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讲桥倒摆手画一定爱画好条，安尼才袂危险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套作画好碗画第7条。这个画就是用手浮条的意思。咱讲落楼梯手都爱画好，才袂滑倒。另外，这个画嘛有主持掌管的意思，咱讲是画家画鼎灶。另外，管小咱讲是画小，若是骑脚踏车、骑机车、学倒摆、三轮车，头前画手的所在，咱讲是手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做画盘，这是一个较古早的台语词，意思就是负责管理。第二个词读做画头，就是主持掌管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市场管理工课拢是阿明咧画盘，大细项代志拢都爱找伊才会知影。有伊斗相共咧画头，设备才会当对着时代一直换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画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